今仔日，诶，我有听囡仔甲囡仔讲故事。即摆因可能看我定定出现，所以有邀请我去赖群组，搁有因的 FB 的群组，问我讲我要讲故事无？我想讲不要紧啦，因敢请我去，我就去讲，我就去看有台语的台语的有 CD 会学一个安尼。因为阮即摆嘛伫学台语，若是讲有机会因为讲为着讲要讲故事去练一寡台语，这嘛是诚好诶代志。就是含我即摆想要学台语学台语的迄种时机就共款嘛吼，所以我就接受。反正讲我若讲较无正，应该嘛不要紧啦，因为因可能嘛知影我的状况嘛听过我讲台语，讲无啥好势。因为讲我有一寡文法，就是会受着华语的影响，有一寡音无正。加在我开始有找老师来台语老师来上课，明仔载暗时搁有课安尼。只要我莫讲一直用华语来讲，应该就有合格啦。讲甲音无够正，可能应该伊嘛知影我的状况啦。这嘛不要紧啦，因为伫 Clubhouse 顶头就是讲，莫讲迟到无来无负责任讲甲无啥好势，应该是大家阁会当接受的范围。我就是先准备用一个 CD 安尼对底念吼。我想法是安尼，就是一个挑战啦。其实我嘛毋是讲一定爱讲伫倒一群内底。我有发觉讲伫我定定去迄个台语房因有讲因是为大家出来的。因为可能诚早的时阵，敢若有一间台语房。其实迄个时阵，我看讲有别间的台语房，我就有想着，有可能有诶是本出来的。今仔有听着，真正是安尼呢？为虾米有一群人会为大家讲台语的台语房出来？因就是意思是讲，因拢有共同的感想，就是讲，因想讲，因自细汉就会晓讲台语哪有讲一定爱安怎讲？像介绍小解，人有讲其实正开讲法是小解。我即摆台语房的人就是诚袂爽快，讲奇怪，阮讲台语讲遐济年搁有甲我改进，讲我爱安怎讲，都袂爽。后来就是讲，共款袂爽的人，有替我改进的人，可能就出来搁有新的房安尼，固定的房。我迄时阵有离开大家，原因其实就是讲，下晡就开始耍游戏耍游戏是不要紧啦，只是讲有人的台语，我迄时阵是听较无正的台语，是听甲较艰苦。我就想讲，我看有别间房，我有注意到，我想讲无来别间房嘛看觅咧，因为我迄时阵是用社群去找嘛。我甲讲有台语的即个词的房间，我拢有追踪所以讲加减点就会看到一寡台语的物件出来。所以我后来就伫我即摆住的这台语房。毋过这台语房就是
理念无共啦，因为因著是来交朋友，来讲台语，但是定定嘛会变讲华语，而且伊嘛想讲，毋免去学讲啥物台语拼音啊，啥物正字啊嘛，毋免讲要推杀啥物啊，毋免遐严肃，嘛毋免讲改进讲我即摆讲台语啊，毋是正确诶，正统安怎讲啊，有诶无诶，伊着做册即种物件。我当然我是无差，因为何咧？我就是一个想要学台语诶人嘛。只要讲会当互我台语有进步，啥物方法？人讲澳洲、澳洲，我看迄台语新闻拢讲澳文、澳洲，我其实拢无差，因为我两种我拢学起来。我即摆就是台语讲无啥好势诶人，当然就是加学啊，嘛袂是有即摆阮房间的人诶心态，就是为虾物安尼甲我改？为虾物爱安尼讲台语？爱规定安怎讲台语较正确？我反正我著无正确，所以你安怎甲我教，我著安怎学。我只是讲较无爱华语，因为讲华语，我著毋是来交朋友的若华语伤济，我著会去听别项物件。我嘛想讲去倒一群，其实拢无差啦，只要讲会当讲，会使互台语进步。其实我嘛无啥物主要的目的，讲，像讲要做啥物 podcast 啊，还是要安怎？要考啥物试啊？要去做台语老师啊？其实即摆拢无安尼想。我即摆就是讲，因为若有一寡目标的话，就是难免就是讲有一寡想法就会变济。这就是会替影响着，就亲像讲本来咧面册我嘛对讲啥物政治我拢会当看嘛，来啊，搁有青，搁有啥物时代力量啊，拢诚好，但是第一个群真久啊，就是会受着影响，就是会开始讲看着别种人的讲法，就是较袂惯势。其实拢会受着影响，所以我想讲，我即摆著毋免想伤济。讲我想要创啥安怎，要影响啥物，拢毋免，就是轻轻松松，就是甲台语学好。爱安怎较算好，其实做困难的，因为我看广播电台啊，若是较老一辈、老一代人，讲台语就真正足顺。虽然拢讲伫推销啥物推啥啥物，买药啊，要超度啊，有诶无诶。连我听迄亚特，我拢伊台语真正已经诚好啊，只是伊嘛是会受着华语诶影响，只是会真紧甲伊改过来。我即摆嘛是开始讲，别人讲无好嘛不要紧嘛，罔听，袂像讲一开始诶，感觉讲诚痛苦，就尽量莫安尼想。就是讲，像我昨听《淑女养成记》第2，《淑女养成记2》。迄个时阵我伫咧看，讲奇怪，哪会陈嘉玲啊，嘛无讲，嘛无逐句拢台语啊，伊会讲一寡华语，也无着用咱的。一句话内底两个字是台语，其他是华语。我昨安尼其实是感觉诚无好，讲哪会使安尼？但是今仔日我想想诶，就是讲，其实我较莫安尼，因为安尼我着定定着亲像讲，
台湾国的人其实定定惊讲，伊讲话啊、写文章啊，难着华语哦，所以伊即马连听歌可能拢会听诚古早的，什物伤心酒店，嘿，伊就是惊讲难着华语的白惯势，白惯势啊变讲其实安尼颠倒白脚白手，为虾米安尼讲呢？因为其实其实咱的台语真正是无可能像老一代的讲遐顺，讲遐好哦。像我嘛是豆豆安尼练啊，讲啊，互伊讲较顺哦。所以讲，莫去强求家己嘛，求别人讲回互以早安尼，拢一直讲台语啊，拢袂受华语影响。哦，现主时就是逐个拢受着影响啊。啊，以我的环境嘛是啊，因为我嘛是最近较去学的尔。哦，所以讲，莫互家己遐大压力。我想的，像我去学电视的物件，我嘛无想讲我即摆一定爱讲，我做业拢第一名，做业拢爱交，拢每道拢交。我嘛是线，因为我上课虽然缴钱但是我想讲，我若有进步，有一寡会得到一寡物件一丝仔就是有得到啦，毋是讲爱100%去收，安尼较算会好。我就是伫学电视的物件，我是诚轻松，就是有看着就算家己的都趁着啊。但是伫学台语的过程中间，我就定定会去想这想迄，这就亲像写小说迄个时阵的心情共款，就是伫追求啥物有一寡条件，讲我希望会当达成。其实安尼拢是互家己心情会变较艰苦。亲像今仔日我去买物件，店员应该是昨店员其实甲头前迄个人客甲含伊讲台语，讲偌济钱嘛是讲台语。虽然伊拄着我是讲台语，但是伊嘛用华语甲我回。我其实我是想讲奇怪，你哪会不爱用台语？我会使加学几句。即摆我就想讲，拢莫去强求别人，莫去求济，真正会毋免安尼，就轻轻松松。我会使改变，就是我家己。我即摆买物件，我用台语去讲，较困难的可能迄就是要怎讲会懒死啦，就是较困难的、较重要的，我可能就转华语，但是我就会使和我家己讲，我尽量使用台语，就是爱互我练习嘛，其他同事店员别人还是讲伫电视去搬戏的人我就莫去甲人求。我今仔日若是真正要听台语，其实我足侪资源的，像5、6天我即摆嘛伫听，听嘛趣味讲嘛真正足熟悉的。我若真正要去学因的发音我嘛是会使去学一寡拼音嘛，家己较安怎讲，就想办法讲较拍拼去学。上好就是讲，想要讲一句台语的时阵，我头壳有谱啦，谱一寡拼音安尼我发音会搁较正确。就亲像我讲华语的时阵，一开始其实我的音嘛无准，因为我就是用
注音输入法，所以我变讲我讲话进前拢会想讲，即个字伊的注音是安怎，会使改善我发音的问题。所以我嘛想讲，我就是尽量去学，尽量就是文化，台语的文化就是尽量就亲像讲人去学日语啊、学英语啊，伊嘛希望讲伊听到的一寡发音文化拢是正美国人写的，但是无去强求，无可能讲一个学英文的人拢想讲伊身躯边的人拢含伊讲啊足正的英文，哪有可能？无可能啊，因为咱身躯边会晓讲英文的人无济啦，除非是外国人嘛。所以我想讲，我即马嘛毋免讲一直去要求别人。这就是赛斯讲的啊。你若讲去要求别人，但是别人本来就无法度控制，而且嘛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嘛。我会当做的，我就尽量做。讲去看有啥物机会，我就是去去练习，练习讲台语，去讲故事，反正无去嫌嘛。我有机会我就去，我就尽我的力。虽然讲甲可能无法度诚好，但是应该是嘛有意义啦。我嘛是会使练啊，练讲讲台语的经验，互我印象诚深。印象深当然就是台语就会进步，就是用无共款的方式去讲台语，互我的台语会搁较进步。所以讲毋免讲去要求别人。今仔阮同事隔壁的同事伊嘛有讲一寡物件，互我讲，这是应该会当，互我家己反省。伊就是讲，诚侪人就是选民酸较咸啦，较咸的意思就是讲，伊家己无去做，就一直去看别人安怎做，甲人批评，就出一支喙。我就想着讲，迄马来西亚写小说的人，伊就定定安尼，伊就定定出一支喙讲，马来西亚写华文小说的人拢废物，拢笨桶，拢安怎无，迄水准无够，一直批评，诚够批评。但是伊到底有做啥物代志？家己写家己的小说，迄当然无算啊。伊嘛毋是讲去推杀啥物物件，他是讲真正去甲马来西亚伊迄看袂起，就是看袂顺眼的，迄帮人去甲因斗相共，拢无做，都出一支喙讲别人安怎无用，讲别人无品质，这就是贱民即种心态。就是讲，像阮即摆伫台语房，虽然这房间的主人伊就嘛是会嫌小嫌偏啦，但是伊就是有去经营伊的房间。虽然伊嘛有批评讲，去推杀台语的这帮人，就伤安怎，伤严肃啊，伤无意思啊。但是。佫会当接受的范围，因为伊就是做伫伊的房间去做交朋友的代志，去做一寡伊会当接受。伊就感觉讲朋友上重要，讲华语无讲华语拢不要紧。你若讲甲人强求，就是当初是因为为原来房间出走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人去强求因讲，讲台语安怎讲较好，要去改因的台语的讲台语的一寡习惯，可能讲诚侪年的台语，结果搁改去改讲台语的方式，因当然会袂爽。所以讲，若是我若讲啥物代志拢无做，敢若会批评别人，讲别人
即马写小说啦，拢用足侪中国诶词啊，安怎啊？即马写小说拢无深度啊，有诶无诶，敢若会去第嫌。但是我家己无讲真正去做一寡拍拼，写一寡文章，就讲啥物写小说用台湾原来词诶重要性譬如是安尼，啥物拢无做，就一直批评讲别人哪会使安尼，这就是嫌民，即种心态。我想想诶，对啊，阮同事佫讲，若是一个人一直伫做，根本就无时间批评。我想想诶，讲嘛对，所以我袂讲去批评别人诶做法，批评这人安怎，伊哪会使安尼，就是会当做就加做，别人咧做就莫甲人嫌，莫出一支喙，这是我互我家己诶期待。嘛是因为讲，你愈甲人嫌，你是人生会过了愈痛苦。会讲哪会使安尼？伊哪会使安尼做？伊哪会使安尼想？其实迄著是找家己诶麻烦啊。若讲家己想要安尼，像我若讲今仔想要去学一寡老一辈拢无难着欢喜诶台语，我著是去听电台嘛，听一寡老人咧白药啊，无著是听吴乐天啊，听柯基师啊，因可能足罕讲华语诶，所以拢袂晓影响着。我著尽量安尼，我听我会当选我要听啥物物件，我著毋免去批评讲哪有人讲哪有人安尼安怎无好好甲台语安尼传承落去，有诶无诶。我家己都无去传承，我去怨叹别人，去要求别人，拢毋免，这拢是嫌民诶心态。就亲像有人会批评讲 CDC 啊，讲伊哪会无摆偌济伊诶庙啊，哪会不爱安怎？其实伊家己嘛可能无做啥物代志，就出一支喙去饲厝厝上紧。所以讲，我即摆嘛开始知影讲，我若讲真正有努力去经营一件代志，根本就无时间去看别人诶毋是。都亲像迄马来西亚迄个会写小说诶网友啊，伊就一直去看，这伊嘛看无顺眼，迄嘛看无顺眼。大家其实就安尼想讲，你若遐厚诶话，哪有时间去批评别人，去看别人安怎？一定就是家己嘛无做啥物代志，就时间就变做闲啊嘛。反正嘛无啥物拍拼做啥，较有时间甲人批评啊。我即马就发现讲，可能我嘛有即种心态，我就尽量莫，我就做好我家己诶本分，就是我若想要学台语讲好势，我就是加听别人讲。若别人讲啊较无好，较无交文无就是讲有一寡戏剧就是足侪华语讲甲拢是较无正诶台语，我著去看别种嘛。即摆嘛有诚侪古早啥物亲情莫计较啊，我著去听迄就好，莫去甲即摆戏剧去怪去批评，毋免安尼，真正诶。我著去找我会当找资源，即摆资源实在是诚侪诚好找，著毋免阁讲为虾米这戏哪会毋是讲台语？你管这戏有讲台语无台语，你著去找一个有讲台语诶戏，你豆豆仔看就好啊。你看100摆嘛不要紧啊。像我即摆著袂讲，我希望讲即个戏诚好看，佫讲台语，这可能无法度安尼救。但是以后我会当甲我有兴趣诶物件，会用台语讲啊，像赛书啊，这思想诚好啊。但是，我听
安怎听拢是讲华语会较济。变讲我以后若讲较有程度，我着较有这空间若有够，我有去看一寡赛事的册，我阁有练台语，我着讲赛事讲台语，我着真正去做一寡代志，莫讲足失望足批评，我甲我的期待放伫别人的身躯顶头，毋免，我会使讲，我若想要听较顺的台语，较老一辈台语的话，我着去找老一辈的人，开讲，无就是去听一寡电台，还是讲听 YouTube 去找。吓，就是安尼就好啊！而且我即摆嘛毋是讲做用功啦，因为我若看着台路片别人写的，网友写的，我就紧选。因为看中文看济啦，就想讲想要较轻松咧。就是我着避免去批评别人，嘛毋免伤紧张，讲我讲无好要安怎？其实就是有一寡自信就会当啊。即摆我嘛发觉讲，我对阮翁有，因为以早可能就是会像迄受害者，想讲阮翁哪会对我遐歹遐严格，哪会甲我嫌？其实变讲，我伫我心里有一个拍一个结，所以我定定会讲我甲阮翁讲，你哪会无甲我当做一个人安尼？其实这话是真重啦。后来我想的就是，甲阮翁冤家以后啊，伊人真好，伊有甲我回信咧，讲伊早就是讲想要甲我提醒，甲我教，伊毋知影讲安尼，互我做无自信诶。我嘛想讲，毋管是啥物原因，我可能对阮翁会想讲我是受害者，伊是加害者。有即种心态，所以做啥物代志拢安尼惊，想讲阮翁一定阁要甲我刻薄啊，阁爱用足严格来对待我，即摆就豆豆知影讲无，人无即个意思，是我家己心内的问题，对。我就是爱看互清楚，看互清，看互明，就是讲，其实这种我感觉讲，阮翁哪会安尼看袂起我，还是看无起啊？还是讲，我有啥物想法，结果伊就讲无爱听照伊的想法，其实拢是我家己心里内心的问题。就是我对家己无自信。好，甲我家己去否认我家己，所以会造成讲，我就想要用即种方式。我足可怜的，其实我足有想法咧。我哪会安尼？为什物？阮翁爱安尼看对待我？其实即拢是因为我家己的心理上，就是我家己对家己无自信，家己看袂起家己。别人根本无安尼，但是我就是会结甲足可怜安尼。所以讲，我改善的方式就是知影讲，这一切啊，其实是内心的问题。像讲我今仔若讲台语，有人有批评讲，你台语无好啦。无就是讲无正。当然我会伤心讲我学遐久我阁开钱我哪会遐含慢？怎学就讲袂好势，别人就嘛会讲你台语无好，你是外国人你是安怎？因为批评当然足简单的嘛，变讲即个时阵，我就毋免去伤心因为我伤心就是变讲，我就是家己会当做偌济家己进步偌济，就是我家己的代志，我毋免讲讲别人安怎讲，甲我刺激着，我就真可怜就是结果我就是爱
装作足可怜即件代志，甲伊摕掉，毋免安尼，毋免安尼，真可怜。希望大家来同情啦，讲恁真拍拼，只是你表现无够好，即嘛无法度，别人哪会安尼？其实毋免用即种方式。我会使换一个方式，就是讲，我即摆有伫拍拼，虽然讲无一定讲有，无一定讲真正讲做有天分，就是拼拼无拼偌久，就突然间真厉害，天才。可能写小说我是较有法度安尼，较有才调。但是毋是每一项代志拢会当安尼。所以我的心态就是爱足健康，就是足乐观，就是讲我有进步，我对我家己对会起我家己，就是安尼。像我即马虽然讲一寡台语文化佮发音无正，还是讲来来去去都是就是用这几寡台语的词，嘛袂要紧啊，因为我即马就是伫训练我家己，就是去表达一寡我内心我想要表达的代志，用台语来表达。若讲毋是讲会使去老司机的迄种程度，本来就是啊，因为我本来就无要稀罕讲做甲足标准的，当互大家去学，这本来就毋是我想要做的代志。我是为我家己去做，毋是为别人去做。所以讲这足重要的心态。所以毋管是伫感情，感情就是讲甲阮翁斗阵，有一寡伊讲话无迄个意，我就讲甲伊放大，讲你哪会使安尼看袂起我？其实真正毋免安尼，因为我想讲，想要计较足可怜拢足委屈，拢是别人对我袂起。这种心态就是爱甲伊改过来，改过来就是我为家己负责，我就是我要做啥物代志，就是我欢喜甘愿。就亲像讲今仔日若讲有人佫讲我台语讲无好，我足生气因为我想讲我付出遐济时间，佫去找老师，佫开钱，佫安怎足努力，足拍拼。哪会别人拢看袂着我这种拍拼的过程？就一只佫甲我判死刑，讲你台语讲甲安怎？互我足伤心。其实毋免，因为虾物？我做这代志拢我欢喜甘愿，而且是为我家己去做的。我毋是为着讲，互别人看，讲看我遐拍拼我伫学台语你看。有感动无？毋是，并毋是安尼。我毋是为着别人去做去拍拼。既然是为着家己去做，就是欢喜甘愿。欢喜甘愿，就毋免讲计较足可怜，互别人来同情，互别人讲，对啊，即摆人就是这台语愈好的人，愈会甲人嫌啦，愈安怎啦，愈无互人有认识的机会啦。我以早就定定安尼甲人批评，讲迄个店员啦，明明看起来，佫有听伊偷偷讲台语，就讲真好。伊哪会搬来陪我讲台语，互我会使进步？就毋免安尼，因为我今仔去学台语，讲台语，练习台语，毋是为着别人，为着我家己。既然是为着家己，就毋免计较足可怜的，毋免啦。虽然有时阵会想讲，计较足可怜啦，互大家想讲，虽然讲这无才调无够诚悬，无诚厉害，无足够的，但是足拍拼的，其实毋免安尼。讲诚济苦心去落诚济苦心，虽然讲这成绩无一定诚好，拢毋免去安尼，因为我若有使用即种想法，
就表示讲，表示讲我希望讲别人看到我的拍拼，我的付出，就是我想讲，互别人看，希望大家会当同情，这就是我为别人活，想要活伫别人眼中的世界，这拢毋免。我就是活伫我心目中、我心中的世界。我是为着家己去学这，若别人甲我鼓励，那当然真好啊。伊无甲我鼓励嘛不要紧，因为我就是为家己去做的。伊安怎想，其实就无差，就毋是重点。我希望我会保持这种想法，安尼变成我学台语的这过程中间，就袂讲愈学愈艰苦啊，无是愈学愈生气啊，愈学愈愤慨，拢毋免安尼。这就是我希望我会当达成的一寡，我会使达成这我对我家己的期待。一切拢是我对我家己的起，毋免管别人安怎想，毋免讲我著遐拍拼，别人哪会看袂着啦？别人哪会毋知影？别人拢讲即种话，我著毋是为着别人，对毋对？所以我即摆嘛毋免讲别人安怎拢看华语的物件，讲华语我著生气，迄气袂完，迄有啥物好生气？我本来就毋是为着别人啊，爱甲别人的世界甲家己的世界甲伊分开看，我会当控制，会当要求，会当鼓励家己的是家己的世界，就是甲家己变甲足重要的，莫讲啥物拢是爱看别人的喙，看别人的目色，其实拢毋免。